小香，姑爷他来了么？小心，姑爷立刻上楼。是真的，当然是真的了。快人话是小弟出王人的。是。姑爷，我家小弟出王人的。外地。官人，请上楼来。是。我见他心欢喜，他见我心怒气，我有气装作不气呀，带我进去办道理。请来见礼，请走。你不在我早就走了。是啊，官人，想必我是夫妻相称，难道见了面连个称呼都还没有吗？我叫你官人，你立刻回叫我一声娘子；我倒叫你相公，你也该叫我一声小姐。如果你有了功名，我称呼你老爷，你也该回称我一声夫人。因我夫妻二人见了面，连一个问称呼都还没有，真正岂有此理！见人知道理讲，再带我引去难开呀好，娘子，常言说得好，有理不为之。来，娘子，请来见礼。好一个有理不为之，来，同见一礼。好，请走啊，请走啊。娘子，你这次他飘降下来，叫我上来有什么事呗？官人，你不上里来，在祠堂的人，在寺庙嘛读书啊，读书难道要连夜用功不成啊？你可知苏秦原谅是故啊？这人家他到必须孤身来了，官人啊！难分一回，你哭笑自满的无在大富贵。
那么你教我长女到底有什么事呢？啊，官人，听衙官来说，你总得去说媒些，不知中去为何？这是我不是啊，个人是一个人啊，是我的心是有才人事啊，其人的心事我不知，官人的心事也是一样。有真是我心头事，此地碰到老相思，木兰正是的女才子，从小俩都生言子，我要猜官人心中事，要不碰到老先你既然怕去，那么你到猜猜看。我分享一猜。一官人公在美，那子莫不知你皮相还故在归子。我吟唱这种无他事，我的三公这归我看你立下一才去，莫不是一才的话本拉子。我男儿本事是方事，我习惯于相思啊，莫不是眼目你们官辈啊想，难陪你一郎并不知。你年小是一朝天子的官朝，我好比苦等高攀的傻不是。啊，莫不是你见我满身长脸上，大为长脸为家不上也妻子。你这里红掌到我家，谁是城里城外呀城人子？莫不是见我难分分得去，难配一郎子才子。夫妻岂可用言能？我帮你娘子美貌他虽不是，那不是，好叫男生难官人，我猜是猜你不大，倒有一笔。你叫我比
你是乱心人物，那你姓什么？我不姓张，那是分什么？分什么？分什么呀？哎呀！也讲真情是他情在他，又是妻子又是人，逢人是三三分马为出言保险金，花龙啊湖南话说，是人是面不出名，也要分业与他讲，第一个他定是母亲。我当真当的真当的，西风道路江官人，哎呀，世上竟有你这种奇人啊！一句迎来一句呀，木兰人，你不知当年的事善良，不知冤家心何止，木头自派为心去看。他若言不语心慌张，他听语乃是不听啊讲。他非道不知天堂之暖心，不欣赏来悲。哎呀，这本是地下与万丈。官人啊，你身份面前莫再讲，家人面前莫细讲，你七情不把真情不把与无人好商量。